台北市传出汉他病毒死亡案例，鸟鼠防疫搁再引起关注。市长呼吁讲爱为源头来识别，那市长周办来表示会定出具体措施。台股收盘头一届徛上4万点，起1778点创纪录。另外，联发科的股价也搁再创新高。中国配合市春英进前，互检方起诉，指控伊是摕着资金介入台湾选举，而且有意在内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有风声广播改选要互解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这台北市呢，今年初传出着这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引起社会关注。最近有民众呢，接一个市区看到这鸟鼠是安尼烧来烧去，防疫问题搁再引起讨论。就里长是提醒讲，除了用这鸟鼠药以外，也要注意讲，敢是有人伫遐乱饲动物，才会互这鸟鼠愈生愈多。甚至呢，讲爱甲因开罚单，也若这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也召开着局处会议，会规划搁较具体措施。运动快点赛跑，你拢无山形公园的草坡顶面有真侪鸟鼠坑，边仔树基已经整理过啊。位伫双连捷运站边仔市场是真闹热，也毋过进前有民众伫社群顶面分享一段，阮那只鸟鼠伫草坡顶面扫来扫去的影片，互民众烦恼鸟鼠断生的问题。就在那边跑来跑去而已啊。那有整理过啦，现在都没有啦。最近的老鼠是比较多，水沟或是比较阴暗的地方，多少都有了一些老鼠。附近的民众讲，满满一箱鸟鼠药啊，民众讨价这要无啊，也提醒是毋是民众去饲鸟啊，接个鸟鼠招来，建议市府要加强处理。现行公园的部分，你会看到有一些鸽子啊。那就有人不当的在那里喂食这一群鸟，鸟吃完的，剩下老鼠吃嘛。那你长期有在投喂的话，它一定会定点在这里。市狗的主人也惊讲狗仔会去食着鸟鼠药啊。环境部长彭启明未来会要求市府来公布这鸟鼠药放的所在，也建议地方首长会再启动跨局处合作，对症下药。市府的首长一定要亲自下来开会，然后来督导，然后定期呢跟市民朋友报告，一定要有决心才能够解决这个鼠患啊。市政府我们一直以来就跨局处在进行整个处理老鼠的问题，全面的来进行。从年初开始，我们都没有松懈，接下来会拟定很具体的应应措施。台北市环保局也进一步解释，鸟鼠较接出现的所在是大安区、中山、中正、大同、艋舺，不过数量毋是真多，局处会真拍拼来清洁。最近新北淡水一个70岁查甫人确诊汉他病毒症候群，卫生局讲个案无明确接触鸟鼠的情形，这感染源依然伫调查。有民意代表是记留这位民众的真情，讲伫南口运动公园有鸟鼠真接出现。针对我们的地下水道或防火巷，还有周遭的环境，全力的来落实到位的清理。你没有直接接触到它，但是如果你的环境中有老鼠的排泄物，它引起了一些尘土飞扬，那你吸进去了，或者是不小心接触吃进去，都有可能。医师指出，为着汉他病毒的症状甲感冒差不多，拄开始时较无度看出来，可能出现发烧、胃寒、头壳痛、肌肉酸痛这情形，严重时甚至出现有刺肺的情形，像是目睭结膜、有血、腰子功能受损，也是肺炎的症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 AI 投资是正在带动亚洲的股市，台股今仔日开悬走悬，盘中落起1800点，收盘破4万点，收伫咧4705点，起1778点。那这台积电呢是起140块，收伫咧2275块。联发科呢是直接冲破2870块，创历史纪录。那讲到这劳动基金3月了钱，不过4月呢，因为这台股一个月就起22.71%，有机会赚大钱。5月连假了后，台股迎接头一个交易日，可挑战4万点。这届毋是起哩倒落来，是一直起悬冲起哩。测试台股开盘39228点，上悬40755点，起超过1800点，总场收伫40705点，大起1778点。这嘛是台股史上收盘攻上4万点。专家分析，除了美国伊朗战争紧张降低，国家顶礼拜台股4大科技头人财报，搁再确定 AI 成长趋势，带动台股大起。
像台积电呢就通吃了 TPU、GPU 的一个订单，那联发科呢，则是因为切入了 Google 的一个 TPU， 所以等于台股原本主轴在 NVIDIA 这个主轴就已经很强了，现在又加入这个 Google TPU 这一块所以走势就又更强。点到台股大起清点的导火线，马股王信华收伫17545块，去1070块。款内股台积电嘛收伫关价2275块，去6.56%。联发科的股价为开盘到收盘一路起停锁死，创2870块的新天价。根据统计，今年1月至4月，国际股市拢有真好的表现，以韩国气势上强，大起56.59%。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起48%，台股起34.4%，同年期起28%，日股起17.77%。不过，回顾3月全球金融市场表现，捌因为中东战争油价大起，拍乱股市起悬的脚步。因为台股3月落价幅度超过10%，拖退劳动基金获利表现，将3月份收益4344.5亿，获利回吐3786.5亿，收益率为10.83%，落到5.76%。3月份的主要的股市的呈现的震荡走弱，所以债市也是有同样修正的态势，所以基金呢在3月份呢确实有获利回吐的一个情形。劳动基金3月获利回吐，暗过4月是因为台股单一个月起22.71%，渴望收益提高。另外，伫新制裸体基金前3个月收益数比前2个月获利求水将近2508亿，平均每人3月份小面亏损差不多2万块本红。记者采访报道。总统热情地去到苏瓦第二访问，昨呢是去参观王家科技园区，听台湾产业创新园区含战略度优质的报告。这是2个国家建构以来规模上界大计划。热总统也去拜访国王的妈妈。总统讲呢，这国王和王庙热情款待，让伊有回到厝的感觉，也搁再邀请王庙来访问台湾。双手按，罗清朝总统出访史瓦蒂尼，西沙岸接受苏国国防的个人款待。罗总统重申大使的感情袂因为任何外力干扰的影响，希望双方最近合作。苏方是特别搁再替台湾出声，讲联合国强调袂闹交任何人，不过实际上也是有人被排除在外。And whatever situations we are all in, we should all come together, and we should all be in support together. Taiwan can also make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all mankind of the world. 在各种国际的场合，国王陛下都高高的站在讲台上面，为台湾仗义直言。那样的身影可以看得出他的勇敢。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到，罗总统也去拜会苏国王母恩同比，当面感谢回跟他登到厝来共款。罗总统讲到，伊家己感受到敢若等到第2个家共款的温暖，也邀请王母会当搁再访问台湾。顶一遍访问台湾已经是10年前的代志。王母也讲，台湾就敢若是伊第2个故乡。伫即天，国王亲自导览，罗总统去苏国的国际会议中心。苏王讲，这座特别先进的建筑物，那今各种会议甲高峰会伫史瓦蒂尼举行，也今将在世界各地观光客来访问。双方建交58年，虽然这段行程备受到阻挡，不过是无影响台湾走向世界决心。对稳固能源安全的自由组，到开拓非洲门户的产业园区，搁再到基层的农业援助。罗总统讲，这段行既达论性科技3大优势，加4个深化交流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伫彰化市中华绿桥附近发生严重的死亡车祸，造成2位民众无辜死亡。这个姓郭的驾驶虽然讲伊酒测单失灵，不过警方表示讲，经过抽血验尿，确认讲有安非他命的反应，确定伊是驾毒赛车，专案依照公用危险罪改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乌托邦徛伫路的后壁，一台轿车驶真凶，就安尼弄到机车，速落来规台车失控，弄到桥墩了后，佮弄到另外一台轿车，车祸弄甲真直啦，现场路苍苍，警消接到通报，随赶去现场救援。机车的部分是一名男性啊，年约64岁，
左手截肢，然后左大腿开放性骨折。那路桥上面的对向的车子是一名女性啊，年24岁，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但是也是曾经欧卡。这场车祸发生伫拜一透早4点外，一位姓高的驾驶伫中华市中华西路甲晓阳路口，唔知什么原因，先去弄到机车，佮冲去路桥，弄到对向车道轿车，互弄到姓吴的机车驾驶，参姓王的轿车驾驶伤势严重，送病院急救，人嘛是救无回来。俩属的驾驶参互弄到的轿车乘客受伤，警方表示检验发现俩属的驾驶有毒品反应。经医院提供高性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我感觉歹势，较歹势，做人去的不幸，对家属做歹势。俩属驾驶的老爸表示，过去后生有吸毒的记录，这回造成严重的车祸，对受害者的家属感觉真歹势。也那警方指出，这个31岁姓高的俩属驾驶，确定是吸毒驶车，目前人搁在病院急救，专案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昨日暗暝1点外，这苗栗竹南有一间自助洗衫店发生火灾，边仔超商店员和民众拢赶紧来斗拍火，消防队也赶到位，加在无发生重大灾害。初步判断的是受拍电所引起的。也那苗栗县消防局表示讲，虽然有完成县内自助洗衫店的清查，那准用加速的串联量超过80公斤以上的店家才会入馆。自助洗衫店出现真大火光，民众踹一个，边仔的店家嘛赶紧摕灭火器来灭火，也紧通报消防队到场支援。主管车主到场之后，并未发现有爆炸的现象，但已有浓烟冒出，车主人员立即布水线进行灭火。清早半暝11点外，苗栗县德安镇华东街这间自助洗衫店发生火灾，消防局局部赶到现场拍火，好在再无造成重大灾害。业者尾仔嘛赶到现场做善后工作。就是 logo 讲的广告灯，就是那个广告灯的变压器反路了。哦，所以还好没有影响到机器这边的。算不幸中的大幸。火调人员经过调查，初步判定是因为用电无细致引起火灾。业者表示，好在店内有准备灭火器，第一时间民众发现及时拍火，灾情才无扩大。暗过自助洗衫店状况嘛真济，彰化都要发生起爆意外。台中今年初，原来有餐厅员工甲有油的名字倒布提起自助洗衫店行搭，造成小规模的火灾。精油的燃点呢，大约是在50到100度左右，那刚好符合我们的烘衣机，在高温的状况下，会造成这个精油有可能会自燃的现象啊。使用液化石油气，它要串接场所要80公斤以上的一些场所，我们才有这个符合我们法律的规范的一些基本的设备。苗栗县消防局表示，2024年已经完成县内自助洗衫店的清查，不过符合消防法列管条件的敢若占少数。消防局表示，这间店使用的是天然气，依照消防法无需要列管。县内118间洗衫业当中，敢若4间是需要列管在案。民众认为，除了应该加强列管，嘛爱定期稽查，减少类似意外搁再发生。记者采访报道。5月开始报税啊，今日也是开放现场报税头一天。台北的国税局早起呢，就有真侪民众来排队。今年一个人基本生活费调悬到213000块，平去年加3千。也让中照特别扣除额也增加到18万，人工生殖医疗费用也会当列做扣除额。另外，讲到这房钱或者是伫网络平台收入呢，在今年拢爱纳税咯。现场报税头一天，台北国税局已经有真侪民众排到热堂咧等报税。为着应应报税人潮，国税局嘛开搁较侪办理的窗仔，避免民众等上久。像我的妹妹他们都用手机报啊，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来这边比较好，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有安全感。这一次因为我的抚养亲属的那个要
列举扣除的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办比较保险。财政部提醒，今年报税时间干到6月初1，不过今年报税有几个新的制度，都要注意，包括每人基本生活费调升到21.3万，比去年加3000块。若是有民众申请长照，今年嘛当省真侪钱，因为长照特别扣除额为12万提升到18万，还佫有扩大人工生殖医疗费纳入扣除的范围。不过要注意的是，目前还佫有病贷收入，今年嘛要缴税。民众可能比较会忘记到说，有一些所得其实国税局是没有办法提供民众查掉的，例如说，我可能私人之间的借贷，我有收取利息，那这个利息是需要自己新增的。台北国税局提醒，常常看到的报税错误的案例，像讲包括厝主甲厝税予人用，收的租金就要厝主家己申报租金的所得，另外买厝贷款的利息扣除额，嘛要家己亲身来写，才会当增加扣除的金额。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年呢，这阿里山正铁的爬山步道明月山庄中段呢，有一个姓王的查某爬山客，对这明月山22号桥下落去，为了要缩短甲救的时间，林体处出动大车，甲这搜救队载到附近，人找到了后呢，是用爱甲伊爱出来，送病院了后，目前是无生命危险。你除了腰痛，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搜救人问下落去山壁下面的姓王的查某人，确认伊人是清醒的。这查某人甲7个登山客斗阵，到热门的阿里山登山步道明月山去爬山。经过明月山22号桥时，无细地下落去山壁下面，山友赶紧报警才来救人。女性伤者年约32岁，不慎摔跌落边坡约6公尺深，伤者意识清楚，主诉腰部疼痛，消防人员以背负方式送抵登山口。为了缩短救人的时间，林体处出动大车，载这个搜救队伍到案发的所在附近。搜救人员找到伤者了后，按伊行出深山，结果由大车转盘载往阿里山园区送医治疗。搜救队伍为免王女2次跌落受伤，于是轮番背负撤出，随后由铁道台车接驳，载至阿里山园区后，再由救护车载至医院治疗。他那个等于是也是一个爬山路线，会注意到一些小问题。你只要稍微不留意啊，那个滑倒啦、绊倒啦，有些山路啊，你看到它是好好的，但它是松动的，你一踩就滑下去。专家提醒，山区有真侪风景、真水的登山步道，行也是翕相时阵爱注意这环境，避免去大坑下落去山壁下面。建议有人斗阵去爬山，并且爱注意天气的状况，降低这个意外风险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确实是在青街摆。这8年前呢，有一个细路的查甫人，伫基兰甲人骗了1月了后，交保了后就来闹婆。伫屏东的恒春，佮改名用同款的手法去诈骗国小的老师。713年呢，有国小老师报案，去年已经伫咧恒春抓到人了。穿白衫的查甫人带恒春某一间国小的学生到台北参加活动，甚至阁有到立法院参观，连当时的议长尤锡坤嘛有出席。学校参观的费用嘛拢是这名叫做新闻的查甫人处理的。校方煞无受到这么热心的人，最后对国小的老师骗钱。伫去年12月底，台北的警方接到恒春抓人。成功人士到学校来分享他的经验，那相关的经费都是他自己现场就把钱交给。这个讲师会交给这个讲师，都是说他不喜欢照相，因为他的女儿曾经被绑架过，那他怕就是太出名，那所以不要曝光这样子，所以在任何的场合他都是不入境的。校长无来表示，学校有2个老师互人骗钱，不过无愿意讲大约损失偌济，学生和家长无人受骗。原来这位新闻不免合作罗冠铁咧做中人，伊8年前就捌伫宜兰，因为骗民众投资法院拍卖厝，金额将近2.5亿。虽然有甲抓到，不过法院判伊15万交保，落尾伊弃保落跑消息，改名到屏东的恒春地区继续骗。以前甲迄个老师有无掠老师的心嘛？伊大概用老师去牵连到家长啦。伊就讲，你若迄个要听我的话，就可以上台大。
所以伊来是迄个甲学校接触了后，伊讲伊要培养精英啦。国小校长讲，罗冠铁拢会举办学生领袖高峰会，找一寡成功人士来演讲，因为活动感觉对囡仔有帮助，就要怀疑伊的目的。到2004年有老师讲出来，才知影伊是有案底诈骗嫌犯。目前受害者已经组自救会，受害人数甲金额又搁咧统计。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看花莲凤林的有农民种的姜，互人偷挖，报警察了后，警方抓到2个嫌犯，发现讲因甲这个姜卖掉，赚的钱摕去买毒品啊！熄火！熄火！大声！大声！不要针对我，太扯了吧？为什么针对我？好，配合，好不好？我干嘛？我趴下，先趴下。互警方抓来这台轿车驾驶无啥啥，唔知影讲伊在这个姓庄的查甫人，互警方缀几落工啊，伊涉嫌偷挖青姜去卖，结果买毒。因偷挖的姜是藏伫咧另外一位姓韩的嫌犯厝内，警方去查，因也阁好认。我不知道，他就没讲啊，他就放这边已经放2、3天了，因为他一直说他要拿去卖掉。这是什么的吸食器？案件发生伫咧顶个月，花莲凤林镇有农民甲警方报案，讲伊种的青姜半暝规大片都互人偷挖去，差不多损失2500台斤。警方接到报案，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发现嫌犯偷挖青姜去卖，结果去买毒，查到2级毒品伊托咪酯甲食毒的器材。调阅监视器，比对犯案动线。迅速锁定犯嫌2名，并发动搜索，起获遭窃生姜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窃盗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种姜的农民讲，这马青姜市场的价销1公斤差不多170到200，无想到讲煞着贼偷。警方讲，这马入袋青姜差不多只敢剩400多台斤，其他拢互嫌犯卖掉。案件已经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申请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歹名声确实是闹开闹大啊！有一对外国男女朋友来到台湾佚佗，因骑着U-bike经过台南市安南区，受到这浪动狗仔攻击，因是敲电话报案，而且这沿路骑到这风拿比起来，就被警察找到人，加在是无着伤。啊，那这台南市的动保处表示讲，因拢有坑这男仔要来掠这浪动狗仔，也会定期出来巡逻。日头请爷爷浪动狗拢伫咧假日，暗过便来到下晡拢会出来乱踅。有一对住伫咧安边区的外籍旅客，暗时6点骑 U-bike 要往安南区，暗过煞伫咧城西街去互浪动狗约来约去，赶紧打电话报案。晚间20时10分，在城西雷达站后方防风林内寻获一对外籍情侣，所幸2人均未受伤。警方呼吁民众及旅客前往偏远地区活动，应提高警觉。经过警方的搜查，伫咧距离报案地点大概1公里的城西雷达站后壁的防风林内底，找到一对外籍旅客。好佳在因拢无受伤。地方的居民就讲，台南城西文化路防风林这搭有真侪浪动狗出现，而且拢假规定的足接快，所以经过时阵拢提心吊胆。台南市动保处接到通报了后，已经劝人仔要甲掠。文化路迄边都侪。恁遮看迄流浪狗，恁会惊袂啊？像恁骑车啊，三界甲恁叫啊？会啦，加减哪较好事。伊即摆我倒摆要过流浪狗啊，哪甲你头前家用流浪迄个狗命的，你啊伊知影要来掠就袂瘾互掠吼。那动保处以加强运用大型围篱、诱捕笼、麻醉枪等方式，加强捕捉味觉及问题犬，以减少人犬冲突。好佳在这对外籍旅客并无受伤，也那目前动保处是用劝人仔来处理，上时嘛展开无定时的巡查，保障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防特别条例呢，到他是拢无角色。立法院拜三的时阵，会个针对着这国防特别条例进行第4届的调阅协商。啊，那这国民党内部呢有3800亿加恩的版本，也有8000亿的版本。国民党主席田立文在今强调，只有少数立委支持8000亿的版本，党团大部分呢拢是支持党中央的3800亿加恩的版本。另外呢，这民众党团传出讲，针对着美国可能会在公布第2批军购，会提出8000亿的版本。立委单招主席回应讲，因的党团会再讨论。
国防特别条例抑个卡伫立法院，虽然要进行第4遍调研协商，不过国民党内面抑个瞧袂好势，有党中央的3800亿加 N 版本，抑个青壮派南洋立委的8000亿版本，基层担心影响年底选举，也影响党主席的威信。黄复兴委员会敲电话给南洋立委，希望支持党版。主席陈立文随时伫广播节目也坚持3800亿加 N 版本。先匡列再说，匡列了以后就一去不回了啦。党团多数一直是坚持3800亿加 N， 从来没有动摇过。要改成8000亿的，从来都是少数意见。但是我们很尊重少数意见，让他们充分表达。真的是赞成8000亿的多，那这几天国民党中央就不必这样强力动员啊，要找黄复兴到处打电话，到处跟党籍立委施压，不必了嘛。陈立文强调，大部分的南洋立委拢认为党版无问题，若是有压力伊来担。赵少康是主张狂列8000亿，冻结4000亿，南洋2个版本瞧袂好势。随后党团大会要做决定，有可能用投票表决。到明天的党团大会的话，大家会共同来讨论啊。那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都不会排斥。那我想，重点是我们党团。就我们国民党团一定会团结。国民党内也无共识，民众党团除了原本的4000亿版本，也团讲伫协商前会有备案，提出8000亿的第2版，放入美国可能会公布的第2批军购。能够做专案报告，然后我们去了解，这个是我们最重视的原则。那至于就是说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军购军力这个内容等等我们党是保持的比较开放的态度。台湾国会的决定，世界都在看。那我们不希望我们最后的这个强化国防条例，给国际一个对台湾不利的讯息。那就是台湾人民并不想要强化自己的国防。对在野党版本意见无同，那被强调一定会达成共识。范云讲，1.25条行政院版本包含对美国军购，一个强化本土国防论性，希望朝野支持强化国防，卖传达错误的信息和国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中国配偶齐春英呢，进前去互检方起诉，指控伊摕中国资金介入台湾选举，甚至非法监控伫台湾的中国配偶。目前法院已经裁定羁押禁见录。陆委会伫今仔日也讲到讲，会对伊定期的资格进行检讨。另外有伊在内中国配偶团体中华两化婚姻家庭服务联盟有风声讲要互解散。内政部是回应讲，因为这李干事的任期到期无依法解散，法函辅导了后拢无改善，会依法来甲因处分。中配齐春英因为牵涉反渗透法受到起诉，根据起诉书内容，齐春英配合中共指示，为特定政党候选人做事徛台，并且登记向中共汇报咱国政情。齐春英所负责的中配团体中华两化婚姻家庭服务联盟，内政部以这联盟李干事任期超过期限无依法解散，而且发公文辅导了后，依然无改善，是要解散，表示依法来处分。我们支持内政部依法执行政，未来任何两岸的交流，任何国内国外的人民团体的交流，都应该遵守中华民国的法律。这只是单纯的行政裁罚，跟徐春英个人涉嫌反渗透法的司法案件不应该混为一谈。陆配只要依法取得中华民国的户籍，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公民。藉由特定事件对陆配群体污名化，这就是歧视性的言论跟分化。国民党立委尤浩也讲，虽然国安红线未使打掉，不过政府应该用更加开放角度，主动协助中配甲外配群体。陆委会是讲，对着齐春英伫台湾的定期资格，会依照集权进行检讨，一旦注销，会丧失台湾的身份甲根本权益。对着中华两化婚姻家庭服务联盟会被解散，创会理事长苏雪言讲，这台湾的政治环境已经甲中配标签化了。去创立这个联盟的时候，就看到太多的陆配的社团在各个县市都有。那为了就是大家服务方便，但是其实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硬是扣在一个社团的头上，我觉得有点过头了。姐妹们，其实这么多年前我们再来台湾，有的理事长热衷地方上的服务，难道他就是一定会是所谓的被渗透吗？我觉得这个太过于牵强了。新卫情南投县议员的苏雪言也讲，家己有意搁再来参选县议员，也若根据陆委会进行核实两化条例内底有关在台湾设置10年才可到参选的规定，未来会由移民署向中选会提供中配丧失原籍证明的资讯，予中选会进行候选人资格审查。相信今年9合1地方选举就使适用了。记者综合报道。
那爱面对这中国渗透，也该面对中国变鬼变怪。这大马2号、大马3号小连线接这马祖地区的通讯，2023年发生海底电缆线隆中断去的事件。这中华电信随建设大马4号交予国内本土公司，头一届负责做这外岛的海缆。这里伫咧南竿的介绍澳靠海峡安排这海底电缆线，希望9月会当完工。却因为这海底电缆线接不登去，洪冻住是国安危机。有学者是认为讲呢，就要建立论成以外，也要针对有问题的船和第一岛链者的友邦、者的朋友呢、者的国家做伙来分享证据。5日连假结束了，当印的民众有线电视也是未看的，电脑上班有当时会断线，因为连接当印甲北港的大马3号电缆4月29登去，当印地区的网络通讯全部拢断，除了抢修，中华电信是开微波通讯闭源。因为2023年大马2号甲大马3号两条电缆拢断去，严重影响马祖的通讯。中华电信即马要由大马4号海缆，随你伫南港介绍澳口海峡正式布缆，已经到下段登陆的阶段，要拼9月完工。目前包括我们有线电视还是不能收看啊。包括网络在使用上面也会有断断续续的问题啊。大埔地人就回到正常生活了。因为像之前都使用习惯，突然海缆断掉，当然会对我们在使用上面会造成生活上面很大不便啊。这是过来第一遍由本土公司东方风联负责由离岛海缆，展现台湾建立通讯轮性，具备基础建设的能力。大马4号海缆由新北市伸出去，串联东影乡、南安乡加西基岛，将会加即卖2号海缆，将伫咧修理的3号海缆加微波系统，经过多重闭环。台湾海底电缆正脆弱，这几年定定登记。地理资讯分析公司引进地台营运长王碧林捌警告，海缆安全是无规则战争的战略浪棒。建议第一岛链包括日本、台湾、菲律宾，用情报共享、技术整合，建立透明化非对称威胁。可以有这些情报交换，有一些黑名单，比如说他影子舰队，如果是有境外势力是恶意的要破坏海缆的时候，可以尽快的。几乎及时的，甚至是预先的部署。台湾已经把海底电缆列做关键基础设施，去年也修法3度通过海缆7法，有刑法会让吓惊。学者讲，海缆的攻击是无对称消耗战，台湾要反制乌蝇舰队，就要建构多重轮性，对预防就是应对，事后执法、修复能力，每一项拢袂欠的。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太空产业又有好消息啦！成功大厦暨汉民太空科技中心，甲技术研发的双子星普罗克斯立方卫星，昨3下晡对美国发射，成功进入到590公里远的近地轨道。现代表示讲呢，这粒近地卫星主要是执行环境、在海研究也有天气观测任务。另外讲到这中央大学呢，加这个航海合作的第2粒架轨卫星珍珠号，初3也同时间升空进入到预定的轨道啊。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sunami early warning systems. 火箭发射直播的解说员，配合画面，小解这摆卫星任务。初3伫美国太空基地发射的 SpaceX 因9号火箭，咱台湾有2粒卫星伫顶悬，其中台南成功大学一粒双子星 Pollux 近地卫星，是学校开4年外，结合30几跨系所的学生甲产业界合作，对规划设计开始，一直到成功发射。校方讲，这粒卫星代表教育、科学研究甲产业发展3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和学生实际参与卫星制作，成功替咱台湾的太空产业培养人才。学生呢，透过在立方卫星的实作里面，把课堂的知识获得真实的实践，那等于也是一本没有课本的太空教室，好让学生获得经验。除了教育意义，校方讲，这粒卫星有环境监测、灾害研究、甲天气观测的任务。然后遥测相机会当强化影像处理，嘛会当监测电子量，用来预测海中的发生。学生讲，看到成功大学的标志出现伫全球直播的画面顶悬，卫星成功发射进入590公里远的近地轨道。大家知影，这4年的努力有价值啦。我们大概测了2年多吧，从一开始建立机制，到最后真的筛出可以用的电池，到现在。电池在卫星上面有成功运作，就是很开心，我们没有白费这个努力，还有正常运作，然后没有做物理性上面的任何机械性上面的损坏。那就对我结构，就是我是最后确认它不会解体的那一个，对，就是非常的开心，它真的到了太空了。除了
了生态卫星，这届发射成功的也有中央大学甲鸿海合作研发的第2代珍珠号，未来将会运用伫手机、信号加强甲物联网的应用顶端，透过近代卫星投资布局，提升台湾伫咧太空通讯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柯家族、柯朝阳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有设公车专用道的路口，大部分拢是较大的路口，过路人若准备行，就要行较远，等的车红灯也就要等较久。有一寡民众呢，为着要赶公车，袂负担就直接撞过车路。那台北市政府呢，去年中开始有试办分段过车路，这个路口呢会有3段式的灯号，为着卖互民众看甲无煞煞，伫咧现场有特别挂一张图，要互民众了解。来到台北市民生东路3段甲东华北路的这大路口，因发现地港一条行人过路线设有3个行人通过号志灯。小绿人号志灯亮起，但是行人只能先走到安全岛上停等，待后方的号志灯转换时，才能够继续穿越。长长的过路线灯号毋是共齐，是采分段通过。台北市政府讲，这是利用倒挖车辆甲过路人行过路线无冲突的时间，互过路人会使先行过第1阶段的过路线，来到公车专用道的月台。试办了后发现，过去为了赶公车，抢过过路线的违规情形大幅下降。搭公车的时候是有比较方便，就是你不用等红灯等很久才可以搭公车。前面会先是绿灯，然后我就不晓得要不要走，等到3个都绿的才会走。台北市政府解说，分阶段通过，袂互原本要经过大路口等待总秒数增加。管道当时到公车站等民众，会使减少等待时间。不过一条过路线3个灯号，有的民众会无煞煞。以前一个完整的行专线都是一次绿灯，那我们现在是会分2段，它是会有1段绿灯、1段红灯，所以这部分就是民众原则上是看灯号去行走就好了。有设有公车专用道的大路口，原本拢是过路人行较久、较长的路口，有一摆就行过解说分阶段通过，相对也互行路较慢的过路人方便安全来通过。台北市府也规划未来将结合公车月台的分段行过设置，会扩大到全市15条公车专用道来实施，预计年底才会到全部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的这大人的食薰率已经降低到12.8%了。不过，中基科技大学上届新的研究所发现讲，台湾非都会区这家庭二手薰危害真严重，比到7成的庄卡囡仔厝内面的拢有人食薰，而且有超过9成会踮厝内面食薰。不过呢，若透过着这亲子解薰的策略，甲家长来考量了后，有8.1%的人认为讲有成功。食薰有害健康，二手薰搁较互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做1级致癌物质。国内最新研究发现，台湾非都会区家庭二手薰危害真严重。若厝内有人食薰，而且超过9成会伫厝内食。有时啊暗时若关门伊要食，我会较念啊，我会关门乖乖甲门食，空气歹安尼啦。基本上就是会听啊，有时候不听劝还是会在里面抽啊。中基科技大学健康促进团队首创亲子解薰策略，伫2023年3月至9月，伫西部沿海4间国中进行研究，利用学校课程教学生囡仔，将解薰的观念甲资源带转厝，拢总1200外学生囡仔参加，其中6成7个亲人有食薰，而且有9成1会伫厝里下室来食薰。研究显示，8.1%家己认为介入成功，亲人愿意减量，也是家己互我食。8%当然看起来是很低嘛，可是以我们在推动戒烟班的时候，那个戒烟成效也不高啊，所以青少年能够回家劝导家属，至少我们有办法介入到家庭了。更担心的是，烟草公司推出的没有烟臭味，但是一样有2手烟害、3手烟害的电子烟、加热烟这些新型烟品的问题。研究团队是讲，这届研究目的主要是伫提升青少年健康意识，而且有将近一半学生囡仔愿意试看卖，才有公共卫生的意义。未来会阁优化教学方式，像讲结合戏剧加数位工具，希望会当慢慢降低二手厝内二手薰害问题。记者采访报道。最近，这桃园机场的检疫犬海报，因为设计甲真有创意，伫网络变甲真正。实际上，这个海报呢，拢是检疫站当前家己设计。站长表示，讲目前桃园机场有25只检疫犬，去年呢查到7000件违规。虽然狗仔真古锥，不过也要提醒咱的旅客，狗仔伫咧执行任务的时阵，唔通活过来翕相，才袂去影响到因做检疫的工作。
这狗仔会钢筋，啊，毋过看起来嘛是够足够水的。顶悬写讲，莫讲你毋知，动物是物的制品，你无要申报许。啊，这张海报搭伫咧机场，声袂少人的眼光，大家拢加看一眼呐。伫咧网络顶嘛已经穿起来啊。那你觉得它这个宣传效果怎么样？应该有狗的话，注意力会比较高吧，比较容易被看到。这个海报你觉得怎么样？中文母语者会知道说，可能那个吸就是指会有狗狗要闻身上有没有不该有的东西，但是可能对于国外来的可能不知道这个谐音梗嘛。互检疫局来做宣传海报的主角，这海报拢是机场检疫站的同仁家己设计。啊，那机场的检疫站表示，桃园机场伫咧旅客入境的时阵，常常会看到无共单位的宣导，因希望用更较醒目的方式辅导旅客做动植物的申报，才袂互罚钱。在桃园机场服务的检疫犬呢，在去年一整年查缉到的量呢，大概查缉到7000件的检疫物，那大概是3800公斤。检查行李发现腊肉，工作人员当咧甲检疫犬训练，除了来侦测肉类，也佫有菜色、果子、种子等等。目前派伫咧桃园机场的检疫犬有25只，去年总共撞到7000件的案件，啊嘛提醒旅客，这个狗仔咧做工课的时阵，唔好去甲因交叉，唔好要去甲因翕相，才袂影响狗仔做事。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环保局推出市场减用塑胶，已经有6个市场未主动提供塑胶落路。今晚呢，搁再举办一扣点数的活动，鼓励民众家己炸袋仔来。这几年来，各地为着要减少塑胶量，中央和地方拢有无同款的政策。南投县政府嘛有咧一市场推动，无主动提供买物件用的塑胶落啊的措施。到今仔已经有6个公有的市场来响应。今仔佫推出欠点数的活动，只要民众家己摕环保袋仔来消费，袂当领点数。有民众肯定鼓励环保的做法，嘛有民众讲嘛是习惯店家来提供方便，互人带走的包装。自备环保袋啊，因为现在环保意识推广都不鼓励使用那个塑胶袋，所以自己自备环保袋是比较方便的。无特别早，我想较济啦，我就想讲，可能有当有这那个有迄抓鸭仔水。南投环保局表示，民众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消费满200块，就当换点数，扣点数会当换礼品，也是宣导品。环保局嘛是6个市场按环保袋仔循环箱，鼓励民众把厝内无使用的环保袋仔，也是纸袋仔捐出来，促进资源的利用。而且当年会当减少大约66万个塑胶袋仔使用量。买200块会送你1点，那如果说你有6点，你可以到我这边换东西。我们去年度大概有5万多人次的参与哈，然后总共减了26万多个塑胶袋。那今年度预计会达到可以减到66万个塑胶袋的成果。无论是减塑还是粪扫要减量，拢得对源头开始做。环保局希望透过这届的措施，来改变民众的日常生活，佮消费习惯。记者安修南投报道。受欢迎的电影或者是戏剧，拢需要因优秀的编剧来做。为了要栽培更较侪编剧的人才，文化部去年举办台湾影视编剧学院，第一届隆重有培媒合到8个学员，也互因实际参与电影也个影集剧本的开发。文化部也在今仔日举办分享会，有学员讲咧，经过训练，帮助因突破写剧本的阻碍。文化部长也讲，这台语影视真有发展的空间，也鼓励有兴趣的这优质投入台语的编剧创作。时间到啊，我就散去啊。台湾电影大王票房未超过1亿，嘛摕到金马奖的最佳原著剧本奖。啊，那2026年头一季规个国片的票房，就已经超过去年的成绩。为着要栽培优质编剧人才，文化部去年推出台湾影视编剧学院，拜文化部甲台湾影视编剧协会办实作分享会。有学员讲，经过训练嘛，帮助伊突破写剧本的思考时刻。就是想要非常有创意，但有的时候好像重点不是在创意，对，有的时候反而是你应该要去思考。是另外一个面是这个创意到底是不是观众想要的？去跟着这个教练的身边在做观摩，然后也让他们知道，产业上这一些教练实际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安那台语剧本人才培育的部分，文化部长讲早期台语受到打压，历史新世代看唔捌台语。不过即马无论台语电影还是台语戏剧，愈来愈时行，伊认为真有发展的空间。是有一群很大的族群是可以欣赏非常优雅的台语的观众，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潜力很大的一个领域啊！我在这里鼓励大家，然后投向这个台语编剧。文化部表示，因有推出鼓励表演艺术台语来用产制计划，无论舞台剧、纪录片等等，拢会当来申请，嘛鼓励创作者制作优秀的台语作品。记者郭金勇、谢桂林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先来关心这中东局势。美国总统川宣布讲，中东时间初4透早开始，要进行一个大号叫做自由计划行动，会派美军来引导荷姆兹海峡各国的中立船会当安全来离开。那这伊朗也提出一项包括着14点声明的和平提议，希望伫30天内来停战。不过，伊也强调讲，这个提议是无牵涉到争议性的核武基地。因为即马真侪国家的商船调伫咧荷姆兹海峡无法度经过，所以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社群平台公布自由计划行动，自中东时间初4半暝开始会来启动，要引导这船顺利行过海峡。川普强调，这船只甲中东战争拢无任何的关系，所以承受食米抑个民生物资用了的苦楚，美军会提供安全指引，嘛放掉伫咧护航的过程中，若有人来干涉，美军绝对会互因好看。面对美国的军事动作，伊朗这方面已经公布停战的方案。伊朗的外交部证实，已经送予美国一个14点的备忘录。这备忘录内底讨论的，敢若讲到结束战争的代志，无要讨论核武的议题，嘛强调这份计划需要留1个月的时间，和双方做伙来参详。منحصراً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پایان جنگ. مواردی که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 حوزه هسته‌ای گفته شده مطلقاً در این طرح وجود نداره. 讲到这场战争对经济影响，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对未来局势是真乐观。受访的时阵讲，若是冲突会收煞，原油的供应就会恢复正常，国际油价嘛会对咧落倒来。若目前机会市场已经有对咧反应咯。We can see in the futures market that oil prices are already lower 3 months, 6 months, 9 months out. 虽然伊朗有提出停火协议，毋过伫伊朗内部嘛是有强硬派的声音。伊朗的议会副议长就放掉，荷姆兹海峡绝对袂转去甲战争以前的状况。若德乌兰即马按算要来修法，计划要来永远禁止以色列抑个美国的船只通过这条水道，其他国家的商船是爱得到许可，爱纳服务费。伊朗收到这个钱，会来强化伊朗的国防抑个基础建设。دشمن مستعصل شد تنگه‌ای که بسته شده بود ترامپ اعلام کرد باز میکنم این غلط رو نتوانست بکنه آمده الان موضوع محاصره را مطرح کرده یقین بدانید این هم با شکست مواجه خواهد شد自美国自由计划军事护航到伊朗14点计划，双方的外交先拼先，荷姆兹海峡当伫咧战火抑个和平的12路口。虽然即马市场对油价落价是真乐观看待，毋过德乌兰的强硬派伫咧水道的主权无愿意退让。若是这场战争要收煞，恐惊毋但爱30天的谈判，美伊双方伫咧国家利益抑个区域主权的坚持，恐惊嘛爱互相让步，求一条路。公司新闻郑威林编译。在2023年摕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伊朗记者兼女权运动家穆哈马迪，2025年12月时阵被关起来判刑了后，前一阵也传出讲伊人毋满的消息。外国媒体是报道讲，这2天呢，伊被刷去心脏科的病房，血压真无稳定。不过这病院敢若斗上诉尔。家属是认为讲，着爱转去德黑兰由专业医师来甲治疗。伊的律师是主张讲，爱随甲伊放出来。路透社报道指出，穆哈马迪近人伫伊朗西北部的渐渐省，2天前紧急对家甲防所往病院送入心脏科病房，情况是真危急。对着穆哈马迪血压真无稳定的状况，病院敢若甲伊斗散数帮助伊喘气的方法，家属认为这对着改善病情拢无帮助。پزشک قانونی استان زنجان گفته ما نمیتوانیم کارو بکنیم باید دکتر معالج خودش نرگس در تهران قرار بگیره بعد در 11 سال بعد این در کشور غریب چیز شدن و این تنهایی خیلی بهشان فشار آورده و این خبرها
ناراحتشان میکنه یعنی بدونی که مادرشان ببینن و بدونن حرف بزنن ناراحت میشن و定伫公开场所，歪目头巾来就显女权的穆哈马迪，2005年12月第14摆互抓起来，并且被判处7年半有期徒刑，予伊总计刑期加起来前后超过38年的时间。 ببینید جامعه ایران برای رسیدن به دموکراسی به ابزار قدرتمند تقویت جامعه مدنی و تقویت جنبش زنان به خصوص بعد از جنبش زن زندگی آزادی نیاز داره و متاسفانه خب جنگ این ابزار رو تضعیف میکنه از قدرت اونها کم میکنه 不过，那是甲小个律师无多甲穆哈马迪联络到，流亡在外的伊朗人甲伊朗国内联络也完全拢断去。敢若是2026年，伊朗当局就以国家安全为理由，2摆切断对外口的网络的连接。首先是1月中间造成几啊千人死亡的全国抗争，随后是2月28开始，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了后，一直到5月初3，伊朗网络断线连线超过65天。 对着这款的情况，维持网络就成做伊朗国内民众甲外界联络的希望。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指出，现阶段上受注意的方式就是经由 SpaceX 公司的承认。也毋过，上界重要地面终端的设备，伫伊朗是被列入禁止买卖项目。若是违反的人，上悬会判处2年的有期徒刑；若数量达到10个以上，刑期加倍到10年。 也毋过，伊朗民众依然一个线一个去买。人权团体估计，伊朗境内至少已经5万组的终端设备，其中大约1/10是伫过去2年半内底经由走私入去伊朗的。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讲到这礼拜呢，又有2阵方面会到位天气较无稳定。明仔载开始，因为这华南分河区向东，佮再加上东北季风变强，雨水会较济。这礼拜是真凉真冷的。接落来呢，拜五又有第2阵方面到位，会一直爱等到礼拜天气才会变较好。 落地渐雨，大家毋若是举雨伞，也穿长袖。连续假期结束，方面过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温度更加真明显。拜日华南分西向东平线，落雨范围佫扩大，中部以北温度会降到18度。明天整体来说的话，下雨情况比较明显，连中部南部地区的温度也会下降个2到4度左右，而北东地区的话，相对来说温度感受比较偏凉。 拜日开始，全台湾天气更加无稳定，北部甲中部山区容易局部大雨。拜3到拜4水气稍微减少，温度明显回升。不过拜5如果一部方面，全台湾拢会落雨。过来东北季风增强，一直到礼拜母亲节迄天，水气才会减少。北部地区自日时开始，温度会慢慢回升。天气的这个变化的这个速度还蛮快的哦，每2天就有一次的这个变化。前面有这个华南雨带，然后中间周3、周4天气又比较好，然后到周5、周6又有这个锋面跟雨带要通过。专家讲，爱注意即马伫咧关岛东南边低纬度海边的热带扰动，接落来2-3天会慢慢发展，可能伫这礼拜后期增强成这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强度风台。看起来是行向菲律宾以东的海峡了，结果转向北平，严估也是会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8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9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7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